做 Q 台啊，穷黑嘞，好像双腿有夹紧唱歌的感觉。三夜莫早就老了你哦。哎呦，让我做的充满的主题曲呢。啊，给他主题曲啊，你看到人给变厉害啊！哎，都会冲呀跳的呢。哦。心莫开哟，莫闯过的心唔爽，闹热大擂台，闹热降下来。係啊，也都係你天一禮拜魔王邊個衰？邊個衰啊？係啊，上禮拜哦，唱到嗰個魔王全部都會唱，全部都會唱。兩禮拜，個流行歌曲做下呢，還有個傳統組嘅，全部都厲害。兩禮拜嘅魔王。我相信每一天都厲害。嘿，我有看到名單呢，真厲害。因為厲害，當然有辦法搶到人嘅節目。當然，係啊，你製作人製作單位當厲害。係啊，因為特別前內味較搶魔王。係啊，內味較搶魔王。內味款。誒，有唱來。尤其演吐水啊，當然啊，我喊他厲害。對。好，我哋先介紹評審先生。好，冇問題。羅桂麗先生，齊澤偉先生。齊思碧先生，王藝興先生，也必須之前了哈，之前他可不用強鬆啊，嘿，讓你們聽聽一下我們這個客家界的音樂才子，後堂的歌手，對呀，哎呀，馬上就來唐哲偉老師帶來的數位單曲，嘿，新的歌手，後堂的歌，來唐看啦，嘿。高天夜間嘅夜天，係我最每一擺嘅你嘅面，你笑笑地企喺門前，看見我一行一眼，看到你嘅種遙遙嘅面，層層嘅雲高暗多年，18歲就唔攀登，高為愛做人實在冇欺騙。雖然愛離開無下暗多年，你偏愛嘅心還係你去強騙。倆個你的天堂嘅片，基本你嘅思念冇無停，無愛偏你個年個節，上你嘅暗部頭出看你嘅相片。倆個你的天堂嘅片，唔是咋個冇遮戀戀。來為散漫，過每一年，等愛你重逢，延綿嘅時間。愛的愛了聲音，一天會好好來，記得你思想嘅永遠。看到你嘅種遙遙嘅面，層層嘅雲高暗多年，18歲就唔攀登，高為愛做人實在冇欺騙。雖然愛離開我下暗多年，你偏愛嘅心還係你去強騙。天堂嘅片，基本你嘅思念冇無停，無愛騙你個年個節，上你嘅暗部頭出看你嘅相片，倆個你的天堂嘅片，唔是在講冇真戀戀，愛會散漫過每一年，等愛你重逢，延綿嘅時間。
爱定爱了生意，一天会好好来，记得你此生的永远。大家好，今天好，对老师，对，我也，等一下，对我有准备。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你这样会掉妆哎，不行。我刚刚上厕所的，没用完的给你用。对不起，大白唱两首歌曲，我已经很努力了，不好意思，刚刚如果唱不好的地方，请没有关系，不要找理由了。不止你自己受不了，连也都没用啊。真的吗？对啊，他刚刚也是在帮。对啊，好，是啊，《容颜》这首歌没之前就下清楚了嘛，下一次第二天节目当中，当导演已經做唱歌了嘛。係啊，禮拜我正經我在这个过程歌唱底部度，我才发现到讲，哦，原来这首歌曲，经过差不多9年、10年的时间，我才有勇气把它做成一个很完整的作品。是，因为这时间底部度算係我对我自己心理嘅资料。当然第2個故事嘛，因為我這歌題我婆爸爸愛種嘅，其實我就變咗病上3年的時間，因為我知道，喺呢個種嘅。本來識睇嚟，也得睇嚟，出用阿婆嘅觀點去摸咧，因為阿婆嘅隻歌出高神嚟嘛，吼。古所講，我讓啲講啊，一開始下法語，把我們過了3年，再來下客語，冇想到按到人對呢首歌曲都有感覺，我數到當到嘅譬如講。訊息，譬如講，聽呢首歌可以上到自家阿公阿婆，上到自家以前譬如講，我同阿公阿婆相處的時間，我就覺得說，我應該要很努力的往前走，然後用這首歌，就是跟在天堂上的阿婆揮手，真的告訴他說，我現在過得很好。那因為容顏這首歌，我喺同大家講嘅係講，希望大家都會記得你心愛嘅人。不管係阿公阿婆，也係自家能夠一班，也係兄弟姊妹、家人朋友都共用。即使他不在了，可是他的樣子一定會印在你的心裡。真的。我兩班妹真感動，現在大王台北城市科技大學哈，這是薛宗明老師率領的團隊。我的母校。對，好真的哈。城市大學。我很感謝，因為我特別想愛請唔係客家音樂創作者來編了歌曲，所以還是薛老師編呢？薛老師的團隊學生，對，我們希望給年輕人很多的機會之外，剛剛前面那個吉他一出來就好好聽，然後就好美哦。因為我很感動的是，我在說這個故事，也係講我創來客家話嘅歌曲給他的時候，他們都很有感覺。然後我就覺得說，我沒想要讓大家講，讓佢哋講我客家歌曲當我彈，然後他們加入他們自己的想法之後，讓這首歌。我很感動，讓這首歌有了新的生命。所以這一首歌，這個單曲，它目前在線上有反語版本，有反語版本，也有漢語版本，兩隻版本咁講。哎呀，不係真實的唱片公司，係嘛？係，而且還是國際唱片公司，華納唱片發行啊，請大家多多。華納啦，我咩最近當今下啲一路來，雖然係講一首歌曲，算一首歌曲啦，當到身邊的朋友啊，不管客家電視台啊，然後也係講，然後提供啲。首歌曲，還有我周圍要發行啲單曲嘅朋友嘅支持，還有幫忙，這件事望大家。真的，大家多多支持，好不好？多多支持，謝謝，謝謝老師。馬上做你的工作，好不好？孩子自己帶走，謝謝。魔王 PK 賽比賽規則：魔王處處兩位參賽者進行 PK， 分數最大也係無達到88分嘅人暫時淘汰，評分就由評審開批，看埋贏。加油！有唱 TV， 魔王的資歷來一下嗬。來，桃園客家流行音樂節超級擂台組嘅冠軍。音樂節咧。超級擂台組嘅哦。還有，少安客語創作比賽
歌曲比賽冠軍。小雲呢？小雲嘅，小雲客。哎呦唔過佢本身唔係呢，奇怪。等下問佢。2位天28屆金曲獎最佳客語歌手獎。哎呦，2位天啊，冇得獎啊。嘿，老係強嘅。哦，佢本搶這位。唔係，我冇得，我冇2位嚟獎咧。哦，冇2位。嘿，我係2位嘅樂團獎。哦，冇咁樣啫。冇咁樣誒。哦，A.V. 先生哦，佢歌嘅咩唱到非常好。唱到非常高。啊，創作嘅能力咩非常嘅強。哎呦，正經嘅。你就先彈佢一鳴驚人一下嚟。摘茶了來我有雜，太是我茶。哎呦，佢今邊作曲來啊！唱黑嘞，好像雙腿有夾緊唱歌的感覺。呢個超高誒！哎呀，來，分享一位大魔王啊！來，請嚟個鄭中偉。仲偉好。仲偉同事老師好，哎，給大家神分清楚。哦，因為有同事啊。錯。哎，你都有做嘅廣播電台啊，廣播電台。講下嘅。講下節目。所以雙倍片呀，太太今日冇片來。錯，因為佢哋我看土成音啦。哦，成日佢土按自家來穿簽，自家來比賽，比賽嘛。我不要再講了，丟嘞。做魔王啦，做魔王，做咧我嘅示範本期啊，大家來睇下。恭喜煙好嘞，恭喜煙好嘞。好嘞，恐怖箱嚟，麻煩拿一下嚟。處兩味哈，有 CV 參賽朋友嚟，處兩味嚟搞，處起來搞本來啊，嚟。好 TV，好嘞 ，TV 黎精彩，黎明來咯 TV。哎呦，是我3億人拉文族啊！歡迎兩位來到舞台當中，來，歡迎啊！哎呦，知道兩位嘅歌路冇乜嘅，冇乜上槍哦，冇乜上槍嘅哈，呢邊較傳統嘅，啊金麥嘅跳嘅都做得唱哦，挑戰性動歌，啊可塑性很高啦，叫創牙歌嘅，哦，創牙歌嘅，阿妹，他敢用暗講死啊呢？哎，唔怕挑戰一下，有嘛要緊係嘛？哦，好啦，拼一下，對。哎呀，吃寬啦！啊，來泰國那唱乜歌？每一個千手棍棍啦。那你呢？因為我大女我先嘅創作，男人女跳舞。啊，你等下創題，按照嚟好好聊，開講有歌嘅，好嘞。誒，係要換族啊，係嘛？手機講到我衝牙講係就登記嘅，啊，你不是啊？金娜姐的歌，係啊，對，故意的，你剛不是已經講了嗎？今日有講，還蠻講歌名是吧？還蠻啦，係。然後唱嘅同花放客，同花放客啊，同花放客，誒，兩邊冇好音呢，唱下來聽一下。同花放客，好來。剛剛那個同花放客，很有味道呢。對啊，他得到我原唱認證呢。對呀，厲害，正經。原唱要不要跟他拼一下？不要啊，不要給他難看法。沒有。人生嘅坎坷舞台，萬人無數過來，成功是愛相隨，失敗夢想唔開，心頭強速慢慢來，大家都係人才，可惜
牵手滚滚落。人生的坎坷路途，万人无数过来。成功是爱下载，失败梦想不可。心头冰强松慢慢落，大家都会认错。从前是起来，从前是起来，门已开，牵手滚滚来。冲过松后也个少年辈，做一个 pose 准备好也给不谱，传到300通书中空法准做背景谱，用下跳拉该放弃中白舞，放弃中白舞，走一步又一步，莫唱错个步。你让爱恋一天，我在白岸边什么？谁猜你跳等的啦，苦并快乐来跳舞，用它跳呀，在放弃中白步。嘿，放弃中白步。放弃头发 dancing， hey I don't get happy， everybody just say ayo ayo， 放 with me。是冲动相信 ，just moving your body， 直到爱空下天天 tempo， 继续跳下去。空下来冲过山河，也给少年别做一个 pose， 准备好也给不谱，传到300通书中空法，准到背景谱，空下跳啦该放弃动个步。放弃动个步。走一步又一步，放弃中个步。你让爱恋一天，放弃中个步。Moving, grooving, funky 中个步 ，dance with me, funky 中个步。在世界做所有的累累，你总的无大无小，让爱紧来紧笑。图你一世心以后，都该努努笑笑。来啊，你莫计较，人世常常好衰了。爱难免一条舞，用简单的舞步，希望爱用国土做得不一
你摔倒数，爱难每一条舞，手甜的不知道辛苦，慢慢地到沙漠，将爱心表述。在世界中所有的落泪，你总係無題無聲，讓愛記來經受，同一些訊以後，都該諾諾悄悄，來啊你莫記嘅，能是將將河水流。每一條舞，用簡單的舞譜，希望按用國土，做得不你摔倒數，愛難每一條舞，手甜的不知道辛苦，慢慢地到沙漠，將愛心表述。慢慢抬，一充電電，那羅爸爸數媽媽數讓乾美哦，原來每一條舞，用簡單的舞譜，希望按用國土，做得不易摔倒數，原來每一條舞。手甜的不知道辛苦，慢慢地到沙漠，將愛心表述，讓愛像一下到心肝肚，繞啊繞，繞啊繞，順兒繞到。這坡橋，這坡高，心肝無，這坡本愛日地高。哎呦，好甜蜜的一首歌哈！哎呀，謝謝。也很有聲音的以後，你看，哎，下次會歌都冇咁樣。溫柔。所以有父愛，會創作的人真的好厲害，因為有一個意象，有一個景象，他就可以寫出一些歌，因為男人佢嘅世界真正，但愛用男起到動甜嘛，因為下口味要他寫歌是個出口，甜蜜的負擔咩？對，因為我本用按不條機會直播，嘅直播組，所以我當然係男人愛。來而水墨，所以時期都按用特別有感覺，特別從落去跳舞用，所以這樣下半年真的很有味道，但是剛剛那個同發放客，很有味道呢。對啊，他得到我原唱認證呢。對呀，厲害，正經。原唱要不要跟他拼一下？不要啊，不要給他難看吧。沒有啦，就是要給他，我只是認證他而已。要本他個糖人，擘開很多真實的版本。嘿。先衝嗎？啊，你先衝。伊莎衝一團後嚟啦，哦。空下來中國算好眼嘅照面別，做一個 pose 準備好眼嘅舞譜，傳到300通書中通發，就被平鋪，向下跳了解放地通馬步。好，看手。來哦！做一步又一步，莫跳唔錯嘅舞，你老愛另一條
on the boy on get you move， 七彩一条天点亮 grooving， 快乐来跳舞，用下跳两个 funky 同步。Funky 同步。Funky 同步 dancing， 黑暗永远 happy，everybody just say ayo ayo。Fun fun fun with me， 意思胸动胸心 ，just moving your body， 让爱用下天天 tempo， 一手跳下你。翻译就太屌了，就是要有这一趴。马上放课这种跳舞就要有，对，翻译就好，太起来跳啊跳舞。你看自然就有这个灵魂了。奇怪，他也有，有，他有放课的那个灵魂，有放课的感觉，有喝酒啊，他有同发的感觉。对，你们唱完以后来泰国，他不太爽。真的，他也想要来一段，不会啊，我不会不爽，因为来泰国唱《呼吸不说谎》是不是？年轻人的歌，我是光是才爱我话做唱的歌，不会，你还应该挑战看看。黎明的歌，你说呼吸不说谎，就像爱情在闪亮。该爱转来好家己嘅。今日我们唱到有味道，来唐先生的贡品来，来，好送，非常非常的送哈。先講無望啦哈，終於也算係款的人狀態啦。其實終於係一直冇人講佢發出去講，在新生態嘅客家創作高速度哈。寫來的部分，兩個上映係我很喜歡的之一，還有其他的現在的聲音不多了，2-3個，兩個上映的高頻、中頻、低頻都非常的清楚，我相信也是你的天分，基本上仲偉的歌聲我已經很喜歡了，很讚賞了，沒有問題了哈，也不需要多說，也沒毛病好挑，只有對你一個期望，繼續。為客家寫更多好聽的歌曲，好嗎？好，謝謝。再來講金水哥哈，金水哥，人家對日本演歌這種功力實在算一流，真的是一流。但是我今日談中國下兩個，人會思考到一個問題，就是講，你發現到冇？人家十強哈，每一位參賽者就一次都個進步哦，一次都個進步，而且是很明顯的進步。金水哥，你當初我給你。你給我，你看本來印象是80分，也還是80分哦，很高啊！我不是說這個我們打的分數啦，就講100分係滿分的講。當初都壓金水哥，你在我心目中的分數一直都是80分，很高。那有些參賽者他是從60分、70分慢慢上來的。你建立了一個高標80分以後，你維持那個高標，但是慢慢的發現了問題，那些60分、70分的已經慢慢上來。70分、75分、79分、80分、81分、82分上去了。可是金水哥還在80分那邊呢。能有去增加自己的實力，不能建議啦，好不好？當別人都追上來的時候，你要怎麼樣自己也迎頭趕上去哈。好，再來講我們今天的小吉娜。我今天封你叫小吉娜哈。文竹，你這個方向讓我們驚豔的，就表示你有另外一個發展的空間的。好。就往那個讓我們驚喜的方向去走，好。那今天這首歌如果要給你建議的話，就是說，那個桐花舞，那個舞字怎麼發音？客家話？跳舞的舞。舞啊，那你上舞的，師傅的舞的。不一樣啦。這是唯一我今天挑你毛病的。我挑人家某片的素材。好，跳舞唔係跳舞。好。唯一今日本來吃到較大眾的素材就是第一，冇今日真嘅。我挑一份啊，一份條都係本來像這位老師講哈，一份我將來哈，還因為本來跟他太的驚喜的時候，我再把這一份還給你，好不好？好，謝謝老師。文竹很棒，謝謝，加油！怎麼欣賞？來講，十里欣賞。其實各位先生講嘅，差唔多咩係我心中想嘅，唔過我想愛，我先講總比啊，大概看到人都冇強樣本嚟。
創作也好，也人的感覺。就像貴老師講的，希望繼續創作。我做了白下無強樣係講，以前啊，譬如講玉梅姐姐，你媽媽吼，聽你按下講，我覺得媽媽在無形中本意動到創作的能力咧。我所講你下發揮得很好，一搞做阿爸，很無強樣方向來下歌誒，好冇？什麼金幣來金幣？我覺得就是享受哈。好，精彩個農文族其實一路比賽下來，吼，從過去嘅幾歲到呢下，文族佢咪係當好嘅一隻示範。以前唱歌嗰種強樣咧，我意思係講，佢唱歌嘅方向是強樣，比較局限。係，一直唱強樣類型嘅歌曲。唔過本來打開以後，佢就佢願意嘗試，對冇？其實對我嚟講，對你嚟講。唔係年紀嘅問題，我特別我講100遍係嚟講，其實唔比當人唱歌嘅後生唱歌係那好，我咩唔啲見比樣板型見比唔講係落拍呀落詞啊吼，節奏感，我覺得就是你心胸沒有打開來，好不好？我知道你係要做心理嘅功課，因為我知道技術上當然冇乜問題，還有我他稱讚你的地方係，你迄啲黏土所有線數對不對？你表現最穩定呢。我知道，因為你大白出來就你就一定分數才嘅。故所講喺幾位這個唱後輩法，我覺得就是要挑戰自己，然後幾位這個跳出來。文中來說唔是講啦，我家都講你下比賽就是取決於你打100比賽打數歌曲嘅表現。太假如強樣，每一個人都在同樣的起跑點。故所講，今天你真的給我很驚喜誒。不管係唱歌誒，不管係一唱，不管係肢體動作，你以前冇誒呢，我真的覺得我還是要叫你一聲小吉娜。好有榮幸哦。那我也愛咩係一聲小吉娜。我攏講配菜，就唔是咧啦，就配菜。歌壇有大小南方，有大小百合，我們有大小吉娜的。出頭啦，今日你出頭咧哈。好啦，今日 Q 用係本嘅分數，所以係本嘅鼓勵哦，好冇？繼續加油，好，謝謝先生。好，來，有得看一下3月分數啦啊！先嚟看賴精彩嘅分數。分數美好，好，稍後嚟看小吉娜來文族嘅分數。石總呢？你要把我幹掉？96分呢，非常高。魔王有些壓力咧吼。看一下鄭中偉嘅分數。做魔王很殘忍，很殘忍，有沒有？是他們對你很殘忍，還是我會很殘忍？你會很殘忍，你還發青傻逼呢？很驕傲的意思。看一下鄭中偉嘅分數。哇！哎呀！魔王是不是魔王？還魔王，用啲先生本難分呢。100分。魔法功。哎呀，正義魔法功。加油，繼續加油，繼續改變。好。啊，有限時間，砸過嚟節目，錯過唔得噶他。好，是嗎？總比。來睇個簽時啦哈，也冇忙投胎嘛，沒關係，分數還蠻出的。好，哎呀，都是2禮拜比賽以後，張坤樣板哦。好，謝謝。安志先，謝謝，回頭休息。謝。好，加油，加油啊，小吉娜。他應該會很開心吧？我咩唔知咧？對啊，應該吧。如果不是身材的部分，應該獨走的。好了，聽 EV 哦。音樂創作比賽還有歌唱比賽嘅重生軍，哎呦，常勝軍，也常常參加歌唱比賽都走嘅，青傻批啊！但因嘉義國際音樂節嘅代言人，嘉義啊，嘉義，哎呦，這有個嘉國際音樂節，係啊，佢發通嘅翻譯青苔啦，嘿。還有下來，20天28屆金曲獎、客語歌手獎、客語專輯獎、年度專輯獎。哎呦，這咩人係強用咩？非常專業哦。來，唱一下，唱起出嗓一下，一鳴驚人。
爱把讲会了，爱没讲誓言，食饱忙，睡饱忙，爱用半记得。爱把讲会了，爱没讲誓言，大家好，大家好，爱用半记得。哎呦，你都还冇讲样哦，爱把讲誓言，爱没讲会了哦。干咩用错？爱把讲誓言，爱没会了。哦，倘若两条狗，我就第一马上抢起出来。好来了，欢迎。欢迎你的魔王陈碧。哎，非常好。哎，碧好，谢谢。哎呀，俺叫冇看到。哎，对。每一拜来了大擂台，就知道做魔王很残忍哎。很残忍，有没有？是他们对你很残忍，还是我会很残忍？你会很残忍？对啊，发青傻批呢？很骄傲的意思。没有，他会很残忍。我觉得这件事有点残忍。就是你唱得太好，然后会把他们没有。安勇，你还来做嘛？喏，我们就是要做这么残忍的事啊。不过，我知道，评判先生有讲啊，你哦，对歌手同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在头摆我做翻译歌手的时间，应该头前是算谢和弦、徐佳莹。哦，动作咱台湾是作家做的啊。头摆还蛮用的，头摆还蛮就知道记得冇乜嘅翕相有乜嘅壓力，然後有經驗，有那經驗嘅感覺，然後跟他時間我就知道董自卑，就覺得我覺得我知道我會唱歌啊，因為頭前有還好還會有人擋在前面，他厲害嘅就錯咧。嗰時候我知道我會繼續的表演，就做的慢慢變厲害。哦，沒有，你就學他。是嗎？對啊，學他就是冇啦，冇好記啦，好唱歌就好咧。好啊，好想呀音樂歌誒，繼續下去。好，按今天麻煩了做魔王啊，好，來，還有兩位哦，純兩位都麻煩出一下。其實比賽哈本來就是很殘忍的一件事情嘛，啊，對。好了 ，TV， 哎呦，黃宇涵，哦，這個很厲害哦，我跟你講。哎，劉美玲，美玲，歡迎兩位來到 Annie 舞台嘅度。三位啊，等下連續唐三位嘅歌一定是董用書啊。係啊，係啊哈，對啊，你小心哦。我們節目很殘忍的。係啊，某一天會癢哦。你小心被幹掉啊！啊，通告費一定會給你，好不好？加倍，好啊，他們兩個都給你。新神奇啦哈，我抽馬歌，手機哈，我今天要帶我的創作，你自己創作，你起碼一個誒，天公，天公落水啊，天公，阿米呢？甜甜嘅肥呢，甜甜嘅肥，我會唱嘅係許劉強講現代舞步現代女媧。現代女媧嘅新嘅創作，新嘅創作，啲人節目都當好，都係糖豆人當到新嘅歌，我不會盲糖豆哦，啲人啲節目選糖豆，首播呢，全球首播來，哦，彈過啦嚇。头一百个面的时间，一头烈烈挂在同片天意。一年，后来搬到双雄眼来，一个人被杀出给人牵连。那天，苗叶下竹条强下走到无任下回头。温暖给你，温爱田园，自用内心深中。地大天空也一片，像传说梦都安然落泪当年，比会长天安在梦天，一个一个
在银线了一条路，是指是梦是粉是落成夜，又成劫。面对这个道，走到走，人谈人归人，黑人英雄中是夜下走。问天个世界共谁慢慢地分散，就暗涌出现在身边。温柔甜言，温爱鼓励，分发洒满胸前。一个天空给一片，像传说梦到安然故里扮演，笔会长天眼vai梦天。一个一个给台北总一茬一茬给台数一空一夜一夜，也都三当给一片，本我共很多安人故里千年，偏白提反眼vai梦天，一个一个大寨鼓一茬一茬给笑面容爱不用太多人。风空天灯的颜色一片黄，相比相爱太太的依靠，一份的滴水中秋来秋去，从故乡所快乐自由，有因的世界变无汹涌，该输的梦的天空变暗烁烁。不过爱相信，浮云袂过去，爱等价个问题，心中袂偏用。一年一年的，爱等个梦想一年一年，一直在改变，太也以后难记。故事有伤悲有欢喜，一年一年的，其中的讲法对照摆，必定爱太爱的留下的童年，有笑容有蓝天有白云。甜甜的回忆，一份同你共海深期望，上演感动世界的快乐。有时间爱点情不多，心中最伤害的路，我再用一步来慢慢勇气，必定爱强行下去，爱等的故事，爱等的个问题，心中关世界已经变样，一样一样的，爱等的梦想一年一年。一直在改变，太也以后难记，故事有伤悲有欢喜，一样一样的，其中的讲法对照摆，必定爱太爱的留下的童年，有笑容有蓝天有白云，甜甜的回忆，甜甜的回忆。甜甜的回忆，甜甜的回忆。黑亮半个剑举破天梯。
半该不知不乾坤，随老风相拥去干枯，知老比家不忘永求苍生，形容半该是归失了事，形容半该真正走了用。不忘永啊不忘永，将不朋友。随风涌，也可同颜，太痛断狂又白发盖，求痛那里，修不尽眼，现台不保护，万人间。我嘅人間中情義，每每客嘅分辨人有量，命運天定是規輪流轉，輕嘅敗你將會求輸高，唔放用啊唔放用，將不朋友。风涌也可同颜，太痛断狂又白发盖，求痛那里修不尽眼，现台不保护万人间。风涌也可同颜，太痛断狂又白发盖，求痛那里修不尽眼，现台不保护万人间。好屌！送出亲狗，拜一下！哎，拜一下！太厉害了！你俩共发又回到平常的你了。对呀，哎，你这判若两人呢。共发好冲狗，共发好斯文，刚好让机身这样。冲过来，哎，某个平常时冲狗没人用哎。嘿啊，对，替白糖豆就是一种那种给种差别性。嘿，挑战起个。平常压力太大。来台狗，来台狗，下一次这首歌就下次就有不同的感觉。你来唱一件万人间，万人间，超绝有，左的有。可以啊，用左的，对嘛哈？下一次，就要挑战一下，挑战一个，先得有某空用的狗路诶，我来嘞哈。因为那条歌这个讲就系你下其实动到嘅人生有世界有动到嘅困难，如果据说疫情忽然就影响到，突然间，有时候希望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有时候你啊，冲过嘅纠结系。应该都身为人类的那个困境，
就希望有那个争执啊，做那用玉帛化解啦，化干戈为玉帛，对，也希望就是人类有更好的下一步，更好的未来，国的意思啊，赞，真的好棒哦，赞啊！这点你节目上谈的多，正经，体白冲诶，两边的表现都同好了，赞了啊，赞嘛，来唱欣赏的公平，好吧？请思维欣赏，好嘞 ，OK， 例如當叫冇看到嘅嗬 ，OK， 我知道佢自家對佢自家上映嘅自信度要比頭擺要高卡多嘅嗬，雖然講看見安尼哦，佢唱歌嘅真嘅冇強樣哦，真嘅冇強樣，係啊，這樣看起來憨憨的，我唱歌嘅時間就看見很用版型啊，唱跳嘅樣嘅，好什麼上身這樣，有點，係當特別的，這叫舞台型人物，嘿，這點他是最標準的，你要看他不要看他這樣憨憨的哦，他其實真的是很厲害，一上台就不一樣，真勁懂厲害哦哈。雨涵，你要在上面有一種特別的地方，係一種慵懶的感覺。我沒相信唔係用一種嘅特色來把自己定格在那個位置上，所以其實對這個亞夏亞蘇國來講，知道你發揮得很好。你發揮得很好。不過呢，因為歌唱比賽嘛，總是會希望有一些小小建議，讓你有可以更多的發揮。好，所以我就先做一個小小的發揮點。所以講，其實慵懶，它其實還是必須要有一個自信。知道你的慵懶的做法，雖然講你在上映其實很容易被記住，不過我覺得自信度還是不太夠。意思係，如果你要定格在這裡，你就唔是講聽人本嘛意見。你就後悔唱就好，雖然講改下狗音的部分，所以人家狗音就會看冇穩，因為你自信度不夠，所以你就會不穩，氣容易虛掉。所以我就知道講，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點。OK 哈，然後就是美玲，我記得米玲哈，你這個小姑娘真是太厲害了。甜甜的回憶本冇嘅感覺，你給我了。呀，這個是我覺得你最棒的地方，是你把這首歌要傳遞的訊息給了我。雖然有些咬字的部分不是那麼的完美，不過你卻做到一個最好的示範。你有真的發揮在把歌的精神唱出來。雖然講亞該嗓音的張力非常大，不過亞蘇各位，你抓住了他的精神，你娓娓道來，感覺好像真的你走在田裡面那種感覺。就是輕鬆的在為着，在想着你的甜甜的回憶，這是我覺得你最讚的地方。好，所以我希望講唱歌嘅不唔單唱喺唱歌嘅聽，真嘅係歌嘅精神啲內，一聽都會想出來。老七家不用到你歌嘅精神，你如果唱好歌嘅，唔管人家上喺樣板型嘅歌星，好，我是說一聽會做到清好。好，安子說。謝謝，先生，不錯啦。我想嚟講，雨涵哦，雨涵你隔壁自彈自唱，發覺呢整體的感覺真的是蠻棒的，因為我感覺你是蠻有才氣、很有才華，然後自己給他創作歌曲，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值得，我覺得是要給你肯定哦。亞蘇歌曲，我從頭都迷堂了哦，我覺得是唱歌誒哈，最主要是藝術歌曲給整體感。整體感，還有你唱歌嘅歌詞嘅咬字，我覺得你，假如講你咬字可以多多嘅注意嘅話，哈，對你嘅整體的藝術歌曲嘅表現會更加嘅好。當然講嘅技巧方面啦，還有歌曲嘅強弱嘅方面，你在唱嘅時間就是慢慢，每一首歌曲你可以多去用版強弱的部分來加強，對藝術歌曲我用版的表現，那整體會更好哦。那我嘅美玲。亞蘇歌曲甜甜嘅回憶嘛，甜甜的回憶，我知道你還可以這個唱會更加的甜美。給你一個小小的建議哦，從在前面呢，在敘述的時候，藝術歌曲有分主歌、然後副歌嘛。那你主歌在敘述的時候，甜甜的回憶，你的嘴角可以上提一點，雖然你會戴牙套，但是你嘴角上提可以蹦出你唱歌會更加的甜美。那瑋如當然不用講了，你就是很專業的嘛。但是歌曲我覺得你是很棒，然後幫我們客家嘅歌曲做一個深度提升，加油，很棒了。我沒有好挑剔的。什麼緊張？好，按嚟3位充沛，歡迎說好。
先来看王一恒嘅分数。还好呢，这个分数还好啊。对你来讲普通啊，吼，哎，来看一下美玲。来看刘美玲嘅分数。又是1分呢。对呀，这蟑螂吓到有用。你吓到有用哎，还100。好啦，来看你魔王陈美仪嘅分数。100分的啦，嘿。哎呦，哇，又100分。哇！目前这个是 TCB 哈 ，TCB 哎 ，TCB 啊，哎呦，厉害啊，真的啊，好，谢谢，喊100有1笔扎过来，好不好？什么币？嘿，好，谢谢3位，大家谢谢。3夜莫早就落了你哦。哎呦，让我做了冲哪个主题曲呢？而家主題曲啊，睇下攞件變態啊！我做咩衝呀條呢啲咧？好，壓到我哋成功到天衣禮拜。天衣禮拜魔王變乾水，變乾水。好，1禮拜有啊那個參賽朋友6位，有6位，上禮拜4位嘛，禮拜6位，所以有搶到3位嘅魔王。3位嘅魔王，嘿，今日節目好看哦，好好看，來介紹評審先生哦。好，來哦，李秋霞先生、張永賢先生、羅燕先生。梅森炯先生，按你做了馬上進行咧魔王嘅變乾水咧，有請 TV 魔王係咪 ？TV 魔王哇，睇起個魔王嘅資歷都清到咧。哎呀，當然。廿位係竹東田春義小跳組嘅亞軍。係喲，韓有麼？韓有竹東田春義平板組嘅冠軍。韓有麼？韓有兩組來你有關係咧。係。你農業大擂台傳統組年度總冠軍。哎呦，呀，一聽到很給出賞一下哈。當然咯，一鳴驚人。來，麻煩先生咧。摘茶。愛摘兩三皮哦，3夜咯，3夜莫摘就落了你哦。哎呦，讓我做得衝哪個主題曲呢？而家主題曲啊，睇下攞件變態啊！我做咩衝呀條呢啲哦，我唱起上出來。多大滿意呢？有唱佢出場啊！有唱你嘅李文飛先生，歡迎！先生好。係，多謝，大家好。你好，夾嘅聲音都冇咁樣，夾音調都變而下高啊！真見咧！哎呀，一開咗我扎就較高啊！係啊，係啊，一開始我開音話可能扎愛扎，可能就按你一開就冇放鬆啲嘅，冇強用，係啊，啦。呀嘅圖書要過關嗎？唔係，差唔多啦，差唔多咧啊！基本已出來參加結論嘅歌詞。係啊，佢嘅乜嘅中原大學啊，交大客家研究所，嘅客家嘅研究所，交通大學，讀啦，係先，交通太好啦，交台啦，交台，哦，研究所嘛，研究所，還蠻邊一。差不多，差不多，還有這個，恭喜，這個學無止境哦，哎呀，還活到老學到老，真的，真經來學到，活到老學到老，活到老哈，真嘅，哎呀，好棒！我有一種想法，想去讀書，其實唔係為到嘅學歷去嘅啦，所以研究呢個客家文化，係客家研究所，上落去看，誒，喺學術方面對客家文化。係樣般嘅講法，所以就落去看。本身有大學畢業嘛？有啊！咁講喺大學係讀營建嘅，建築嘅，建築嘅。啊，結果去研究所啊，去研究客家文化嗰度。哦，啊，佢雙班要請嚟
有下问卷，我写问卷，还没有下。对，专门都讲哦，也读节目样，冇想到安呀节目也。原来你当嘢大陆有办法做在本地研究呢？有咩做在系啊？以后什么两回？对，什么欣赏？OK， 啊你今日都麻烦啦，啊，做一个魔王啊，来出一下，有6位参赛朋友可能出多满意嘛，哈，好，来，麻烦，恐怖箱来的，恐怖箱，咁我当恐怖啊！来出2位麻烦了嘿，出2位啊，先出1位，先出1位，好嘞，T V 黑批云，哎呦，P 出到几啊？好来，来，讲述，免暗出，你看，T V 黑，廖琼发先生，欢迎2位来到舞台当中，来哦，哇。好，今后今日魔王都青菜仓啦，哈，系啊，青菜仓啊，本期2天使好嘞啦，做天使魔做魔王，本期2位好会过关啊，好，今天啊，你譬如今日参加个肉三哥，啊，琼爸哥，三国志，啊，文分欣赏，还没三国志，好，站来，躺过来。三国比赛，莫紧张心情流。有米拿起来，千家流年呐，为好我有。
前流水来客啊，冲散了故那，向润该到了边啊，满山了索那。下了山来过啊，流汗了冲啊，石头改变了法，无奈了何难。哎呀，石头变了哈，莫奈何啦哈。石头变发出莫奈何。对啊对啊，因为头把係散過，嘿，水來是特位，唔過。對對對。你下人去逛下夾角，嘿，係你下人行昂係啊。你有買過？頭擺羅祖先記得為水來水到水橋來就從散過。你下人實顛倒唔橋。係啊，因為頭擺人真係厲害哈。係啊，這樣因為窮 Q 出，他馬上出來就對過嘢，每一個都是極致歌王。係啊，對呀。你話簽到嗰種啊，簽到哈。有啦，還有隻赤木劍台式。哦，赤木劍啊。呢個頭髮就要點樣念歌容易。係啊，比如講我頭先唱嘅歌詞，以前就水來客我。沿秋來唱山歌那，山東水西，哎呦，兩位哈，我忘了兩位的存在，都忘了。兩沙大嘴骨打進入這已經10強之內哈，對呀，有乜嘅哈感想，有乜嘅動力，係啊，我沒有好不很當場嘅個變嘅，係嘛，要好好練習嘛。有啊，有啊，中央音樂移民沒有給他變嘛。為了自家嘅長途吼，來提高這樣做的。提高，係啦。有，按自家有知道人嘅長途有水平有提高啦。應該要有提高意思的啦。意思的係啦，係有提高嘅空間啦。有哈，有。係啊，進步就好。學習啦，學習其實也個進步動作。你知道你今日做乜樣辦？應該韓做的，韓做的哈，滿欣賞，滿欣賞，好，安尼做到滿欣賞啦，是叫做滿欣賞啦，來唱高一下，唱秋下欣賞，好，唐欣賞共，李國寶老師，好嘞，強數對強數嗬，真難嗬，先嚟講，譬如你要點就係你聲音當量，拉量，更唱更進步嗬，唔過你記得講到你愛睇房咧。還有客家名聲，客家咧唔係客家哦，記得哈。名聲用嘅時候，數字嘅時候記得，都是有很弱一點嘅，條件唱得非常好。所以你唱到幾首好嘅時候，你就記得你按照數方哦，說放自如，數不用比自然的位，冇話特別說他安台上唔係按你唱法啊，呢種從小。從發各位嘅聲音雖然唔係咁當量，唔過嘅音樂真強嗬。唔過你感覺唔像嘅天機聽呢隻嘅時感覺唔像嘅多少，喂慢一點，本人嘅感覺啦。所以你拍嘅非常注意，一聽咧老師聽無行。哦，你唔係將啊羅山歌啊將慢就慢咯，本人感覺有點話我俾拖，還有愛真心。你真心嘅心思，你聽佢提示佢一條心嘅時間，咁講你數音數都是要來音，音啊都是冇動清楚。一條流心啊，
还有第三句莫學米是前掌面，我感覺你冇少吊上去啦，因為你嘅人冇按過，你吊上去是前掌面的意思，你懂實力，創嘅堂嘅懂實力，你注意看你播送台啊，前掌面吊上去就比較下實力哈。還有愛學了會冇關係，啊，四季八節要注意哈，40時、30時、43、43，我哋四季八節要注意哈。那麼往啊運費呢，當然唔是講啊哈，能夠將一啲年度總冠軍哈，能夠拿得到，你要有嘢實力啊哈，啊嘅減配一減到千成個，減過就發車啦，金錢冠軍有咧，係啊，係啊，終於19，哦，創國上面非常非常浪掉哦，誒萬山鎖啦，無奈何，你記得咯？啊，根本你輸音輸我冇講真講啦，雖然你係魔王，但是你不你唱更加好，你唱得真好，你係輸音一點點不更加勁嘅，你輸音多少很喐到嘅，好，什麼先生？加油！好，什麼先生？哎，就嚟看一下3米嘅分數。哦，先嚟看P元嘅分數。嚟，哇！傳統組用全部厲害，96分。傻逼人。傻逼人看哦。冇來，好啦，看一下你廖瓊發嘅分數。就是咱們以後啊，其實沒算清楚。動過分，係啊，差一些些咧。來先看一下。看一下模仿嘅分數。好，李文芬嘅分數。66分，佩雲你也可以當魔王啊！係啊，你們都在當魔王咧。係一個指甲啊，喺比賽當中對啦哈。比賽比賽以後做出來做魔王嘅啊。好嘛，早點嘛。好，安尼做長髮哥今日分數較大，但是還冇一點哦。安尼看後背其他比賽參賽朋友，可能佢嘅分數兩般。好，係啊，好，安尼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哎呀，謝謝，哈，文芬先生，什麼？安志先哦，來從國本下他個堂，好。有行再過來，好，好唔好？安志先，好，謝謝，安志先多獎賞俾，謝謝，多謝主。好，殺下來了，因為哦，我看到啦 T 機，知道有些傻皮嘅感覺。哦，明白。佢講佢出世哦，8歲就會唱山歌咧。就開始學山歌咧。佢副卡迪杯度嘅冠軍嘅獎幣嘅嗬，獎幣啊，標唔落嚟。哎呦，睇到咧。哎呦，自創出來標啊！買件服來標啦哦。聽嘢，主動填充以3個字冠軍。哦，3個字嘅主係冠軍。還有第2年裡主動填充以3個比賽嘅評審欣賞。哎呦！做到評審欣賞，做到已經變評審欣賞。係啊，哦，人哋一天太魔王啦，嗬。係啊，係啊，哦，還有冇？還有幾隻冇？冇呀，冇咧。嚟，hem佢出聲一下，好冇？請欣賞出聲一下。一記綠洲，節啊節節歌。哎呦！一樣啊，樣啊，當舒服，聽起當舒服，到底魔王嘅乜嘢咧？你有唱出來嗎？好，請你嘅陳琳琳先生。哎呀，歡迎！安獎，琳琳先生你好。你好，歡迎哈。陳老師聽拜來都係你節目嗎？哦，聽一拜，之前有來過啊？有，太久了，我有冇乜印象了。哦，有6年呢，6年前。做魔王嗎？嘿，咁樣嚟做魔王？哎呦，也係講你下講呢，認唔出來。哦，也有講。哦，怕有樣，還沒吃到。今邊的化妝師吃到凍腔。係啊，化妝師個特別油腔嘅嘛，係啊，冇啦，特別做按講啦，今邊有行啊講，但認唔出來。第一拜見面就頭拜哈。什麼？好啦，今邊都麻煩，做一下魔王啦，數一下哈，看還有 CV 參賽評，看出到滿意，好唔好？好嚟，啊，麻煩一下，恐怖將來，好，來，還有 CV 來看出出滿意呢 ？CV
陈建基。好来。哦，还有一位。哪个一位也满意呢？车面书先生。车面书先生。好了，我想用你来到舞台讲，要做个命运的安排啦。嘿啊，安尼魔王出都唔亮味，所以你就唔亮味同魔王来拼啊咧。拼一下。好不好？今后同魔王角体咩唔嘛？给今后啦。嘿啊，用最好啦。嘿啦，今后啦哈。安尼车面书讲能做嘛个？肉山歌。肉山歌。安妮咧？三国志。三国志啊，你欣赏咧？平板。平板。好，安尼谈看啦哈。添修身啊，新传文化。
哎哦，要拌迄位啦，哈，拌迄位哈，汤里面有味道啦，哈。专家了。哎呦，专家，个汤先生得嘛，你讲咧，讲咧喂，冇啦专家，唔晓啦，也唔当专家啊，也好多年对吧？好多年啊，那个创山国的规冠军了，规个冠军也咧表演度呢嘛，真以后啦。运气好，干嘛哟？认真啊，认真有咧变啊，也还有逐礼拜就去歌唱班咧练歌。歌唱班又开始学咧，吼，哦，无做唔得表态咯，还要好好练吼，对吼，系啊，有等也给他本用柯文哲一练，柯文哲是人家调价，見唔來咧，見唔來啊！見唔來。佢講嘅係問退休嚇，冇時間，係啊，你變啊，就係你要動到咩？你要動，你冇想我有閒嘅時間做去夾嘅啊！下面蔬菜嗰啲虎頭山嘅公園啲鬼度啦，哦，係啊，而家見咧，喂，抽到，衝槍嘅，如果要，係啊，衝槍嘅，跟住冇要睇去衝槍嘅嘛，槍有啊，有啊，一兩百咧，一兩百，嗰個我嘅都討厭嘅客家班咧，因為我當年我帶同學上去山東嗰個。個蘇頭話嘅創過嘅啦，睇住個一天都啲蘇頭啊，唔係個七兩啊，個冇個條細，冇個山東可以拍一條，跟住呢有多有個呢單嚟，天天我都嚟講啊，有個蘇頭嚟創嘅啦，但係同學依個做，本有呢個睇個做訓練家嘅個。淡色有冇？比練習，哦，啊個主持人咪重要比練習主持安尼，哦，還有主持人，係啊，嗰個羅比珍珠啊，也主持人啊，哦，人家是像這個表演一樣啊，真係表演，全部做個動將啊，全部做個動將誒，真的啊，全部都盛裝打扮，還可以表演，啊，就有個上山那個山友啊，觀眾啊，唐中平啊，跟人家會帶茶一個拋錨。磨啊！茶水自備啊！我大概是磨，個去搞個帶茶磨出去。哎，我們茶藝老師在這裡啊，對嗎？茶藝老師也可以一起去參加，跟他帶泡茶本他個是，對嘛哈？虎頭山哈，哦，安尼捧嘅要下青島，真好啊！係啊，你他個結合嘛，哦，安尼，當我哦，咱們鬧熱，咱們傳承，對不？行啊，都會變到鬧熱大擂台分部，虎頭山分部係聯誼俱樂部啦。以後我們就找人才就去給他，就以虎頭山請就好咧，真的，好，沒好。訓練所好，安尼欣賞講得了，沒，給他衝得了，唱欣賞公平，唱高中欣賞，欣賞也唔是講，全部講出來。建議今日創個三個字哈，一品順哈，各位處理各方面來講也處理得相當好，不過我也有做得二老嘅建議用嘅小地方，第一章就係天意嘅。將來嗰隻講師，可能也發現會有一些問題啊哈。哦，將來，唔是，你注意聽過啦，你唱嗰隻詩嘅音，有一些老爺嘅詩唔係按符合，哦也係建議。今日車先生，唱嗰隻廬山歌嗬，一個戲啊各方面嗬都有拉足。不過我愛老人建議下，我記得下，一個天二機老天四機，求變形老柯中人嗰隻人事老形式，唔拉長，不過唔前後背嘅騎那個面向嘅人嗬，就有些咧冇力冇足咯。唔應該唔似個做得愛折好些來，就講唔是見到按廠長去做美音啦，冇人嘅美音會唔拉，會唔拉力啦，也就會根本呢啲看冇滿點嘅素材，我根本唔唱一個廬山歌，係咧相當好啦，一個模仿唱也平板，唱來輕順啦，輕好冇乜嘅問題，嗰個。將天機鑼鼓弦上，個弦一下跌下來，也要有相當嘅功力啦嚇。嗰一下就來講，普通人唱歌嘅人講，嗰一下就整差唔多會白兔音嘅跌下來嚇。做得唱到順利冇簡單。
亲密伎俩技含创办派，也创落去顺利。不过今日来讲非常好啦，好，加油！好，安子姐，倡议欣赏补充。今位首先係全體講重介三個字，其實我係看法到高中強弱，不過係講天意嘅處理，將來因為學老人你講學話嘅些有啲事，唔係講做得講到安裝嘅時節，其實做得平面，老佢來創人，將來唔是將來，安樣先可能你談起來就冇按。大嘅問題你做得去考慮一下，韓國其實在先歌詞來講，也係你韓擺慢慢陸續比賽嘅，你係歌唱係些去注意嘅問題強讓也係第三期也愛唱當時候你你兩隻時愛來個人都唔好唱，當時候你會去唱到個人去所以你咁樣唱咪不簡單。還沒從到當好堂，非常嘅好三個字。然後咧係陳太講嘅攞三個，其實我上高中讓你講嘅意思就係咬字嘅部分，是唔是去來唱，係每人嘅意思嘅是隻從下跳前到，那咪心呐，心求變形嘅心，唔是來唱，念又係求變形念出嚟嘛。每個月我用伴奏，你一樣係你攞三個嘅時間去彈解，所以是從到當場當好彈，響腔未當好就係韻味嘅表現。你係要做就嚟看韻味我用伴奏係聲音，我想你係希望你做得要去考慮嘅為所，唔過今邊嚟攞三個確實從到非常嘅好。介紹下來就係新先生唔是講你係台風也好，表情啊，韓國貴屬嘅片板，又讓你係時未唔好唱，所以做得唱到安樣先非常嘅好聽，希望你。安子姐，好來看一下分數啦，3位嘅分數陳建騏嘅分數。96分，厲害啊！厲害三類看。下面數嘅分數，哎呦，同樣啊，兩分呢？哎呀，現在等下可能要唱先上雙毛見一下，討論一下三類過來看嘅 Annie 魔王嘅分數啦，好來看陳玲麗嘅分數。首先喺度講咧5小節快橋呢，咧山歌堂的非常係個有嘅，不過應該係路上各方面，鬧事啊、上進各方面全部當好。我來看陳玲麗嘅分數，哎呦！哇，3位都咁樣啦，兩分呢？所以也做唱欣賞樣板，唱欣賞討論一下，看一下嗰本，因為兩首同你按腔，然後魔王 PK 兩首有過關咯，有過關，兩首都過關，兩位都過關，係啊，恭喜謝謝老師，皆大歡喜，皆大歡喜，一片祥和啊！真的，今後啦哈，哎呀，希望下一組咩咁樣，全部平分啊，還有高分啊！哎呀，謝謝老師哦，今日嚟中國我們大家談，一會講嚟啦，哈，一會講嚟聊，好，謝謝三位，謝謝安子姐，回座休息，恭喜，殺下來啲魔王乜嘢呢？哦，不得了，做當天創意超級組嘅冠軍，好，韓勇嘛，韓勇去大陸、日本、泰國、南非兩條國家演出，因為出國咧。韓勇啊，韓勇，第20屆金曲獎最佳傳統歌樂專輯獎，哎呦，金曲獎嘅咧，哎呦，有金曲加身的咧，來，很記，唱起出聲一下啦，出聲一下，好嘞。白髮芬芳滿眼開呀，明月個個照
重台。哎呦，很好听啊，真的。上岸讲，哎咩好听，哎，也有明白的挑的哈。对对，有唱给出来了哈。哎，唱那个翁风竹先生。风竹先生好，哎，天天祝新年好，大家好。好有看到喏，还有来的。对啊，那个前2日那张图多呢。哎呀，一家哈，带爷孙的来，来搞，我们一家是表示爱的哈亲寒。那样的意思。亲疏还阳啦，观众朋友好看呐，所以制作单位就搞接油腔，油腔了，什么，就像当做上天师那个的演艺人员同样啊，为什么制作单位会一直找他们去上的？效果好嘛？效果好，对嘛？按姿势哦，当然会唱，效果又好，上又好听，对嘛？干唱那条。我弄到哈，按不呀，衰唔停嘅。安尼啊？按讲太多咧，哦，太多咧吗？会失眠咧？没有，当欢喜，太欢喜，兴奋哦，系啊。唔好嘅，你睇你唔好講，水冇係磨水包，我係開頓嘅。咁樣麻煩啦，再黑魔王嗬，出兩位沉水朋友啊嗬，都麻煩注意下咯。好，下嚟，麻煩先生，下嚟，先出 TVB。好嘞 ，TV 5一陣，來歡迎，下嚟。大家要注意下，最後一 B 底下嘛。TVB， 好，黃顯華，好，歡迎兩位來到舞台同我，係請你哦。唔知這安靜，條下冇化妝眼認唔出來。真的啊！你化好妝係嚟很熱門嚟講，有下講冇嚟講當然有咯。哦，真的啊！哦，冇嘅化妝師係2萬錢係嘛？冇化妝認唔出來。係啦，就比較樸素嘛，用啊用，哪裡化用啊用，莫老愛開好冇？秋霞老師沒化妝，我也認不出來啊！你看沒有看過秋霞老師冇化妝嘅？你今次啱嘅本嘅看過，你用什麼關係？你做得看到佢冇化妝？你聽嘅是講係露啦，這啊，哪有喏？誒，骨煲基本上那幹嘛那個講那個露呢？對吧？本來都露嘅呢。過來，係啦，啊你3位、2位要同人魔王拼啊咧，好不好？哈，你看羅英老師講，唔免同魔王拼，唔免兩個跟我拼，同自家拼，好吧？好吧？好，安尼。你真我充滿平板，你咧？英法歌咧？平板，公主先生，唱《落山歌》。落山歌，嚟，彈過啦哈。是
书哦，是在喊后堂，我永远后堂了嘛？后堂嘛，对，后堂，这冲到这有拉米头了。后堂又是菜哦。你最近有个前一波的防疫期间哈。那个当兵有请你做那个防疫歌曲啊？你头人是客家师傅曲哦，客家师傅曲，夏日树同心抗疫哦，唱平板呢，用板唱了，用板唱啊，我唱一两句系嘛，懂嘢。心肝了喜那呀么。你诺江南，同心莫抗那一难，穷发了上难。对，不管他个读到乜个事情，真的，强心，同心嘛，强下来，用心，让我成功了，哈，土高，对啊，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啊，有咩无限到你嘛？讲起讲千行呢，无上课千行啊，礼拜吼，为什么你车奇怪先生？车奇怪先生，人係強下合作做我嘅教材。因為我上課時節吼，你哋學生嘅一睇我創嘅上演，吼，所以講我要乜嘅無創到嘅呢，就對創嘅無創到。車先生就人係強下合作，對創就錯。對創嘅嗱，你收條所有嘅對創嘅全部創過一遍。車奇怪先生，同個對創來講哦，佢咩嘅算同對創嘅細妹嚟講，佢咩青島嘅咧嗬？青島哦，青島哦，嗰要下島，嗰要下島嗬，好讚，好啦，按你哋三米衝出嚟，唐先生講邊咧？請你魏先生。你阿做嘅是的啦哈，非常嘅接近。首先我哋講咧五小節哈。快橋呢，你三個談到非常係嘅要嘅，不管講娛樂人各方面，咬事啊、上任各方面全部當好。不過我感覺認為啊，你天意咁啲緊張啊嘛，總係要了辦人將，你將個最提自己高大本面跳河塘，喺跳河塘就創我啲天意起來啊。你係因為咧印度水，不過印度水就平常時啦。而且實際上搞整啲我哋個偏心啦，一再講，最好冇高質廠唔錯，好嘅啫啊。你一點呢，係咪要機會先就係因為呢個歌唱水準非常好，希望你小可嘅呢種係細嘅生活，盡量都片面嘅嚇。聽嘢汪憲華先生。很多兩首的唱歌我做次，因為我哋唱歌基本要看你唱歌一天上為千嘛。網上呢，啲幾條山歌唱起來呢，比我演唱者唱到可能好，非常嘅。不過我是用本意寫起來一個種嘅建議哈，可能嘅流暢度嘅旋方面哈，冇咁難，因為呢個歌唱水準啊。個認真啊，我非常了解。另一方面，恁嘅講我加強一些，係咪？你生活非常好啊！喺甜點我感覺認為啦，後面呢條歌係幹數哈，要好歌叔叔的嘛，我要感覺，我除咗要多少好輕樣嘅感覺哈，再一起參考嘅哈。至於咧，我王老師呢，你唔是講下啦哈。往年出國，不管你上，不管你人，不管你轉強，實在是冇法講啦。好，哎呀，安姐，有咩講我建議啊？好，嚟，安姐可以。看下分數，好啦，先嚟看吳義正嘅分數。90分，上禮拜咩演員90分有冇啊？
上礼拜传统组的嘛，传统组无呀，哎哦，安尼伊真可能系啊，凶多吉少了哈。哎，好来，杀下来也咪呢？哦，杀下来看王刑法嘅分数。就剩强厉害。哎呀，还要上看下你王峰组，看没100分，100分，来看王峰组嘅分数。差唔多嘞，98分，哇，厉害，哎呀，欣赏就会欣赏，这创作真的很好的，哎呀，有很就是多了从国本大家谈，好嘛哈，分享啊，哎呀，哎呀，恭喜你哦，好，什么？下次有机会了，好不好？一真姐，还会再回来。哎呀，我不赚得了啦，赚得看太假。非常分享哈，哎呀，多加3位，谢谢，好，安谢，好来回做休息。好，安尼今日安尼比赛都要已经比赛了。好唱歌的朋友积极来报名啊！打天发浪96667浪6浪，还有传真天发浪1277823。好，等大家来报名哈。等大家睇下天发。好，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另外呢，还有多谢辛苦的评审欣赏，谢谢，辛苦嘞！恭喜各位观众朋友上座来了啦哈，已经是什么小天老师还有员工出来欣赏，辛苦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辛苦了。还有工作同仁们，大家也非常辛苦啊，辛苦嘞！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年道理台，老年听下来，再见，拜拜。